恭喜Kelly 的2位客户刚刚顺利拿到了香港永居了。那么这2位客户当初都是凭借婚姻单程证来香港的，可惜来香港没多久，就是因为感情的问题分开离异。那么整整7年，2人一直悬着一颗心，特别担心离婚呢会影响香港永居的审批。那么眼看着居留年限即将满7年了，立刻找来 Kelly 做了全面的评估规划，抓住最优递交窗口期，如今顺利获批，压了7年的大石呢，总算是落地了，终于不用整日在焦虑内耗。那么不少单程证的朋友总习惯观望拖延，总觉得晚一点递交，也没关系。但现实呢，往往相反，等待不会增加稳妥度，只会平添焦虑，还要直面不断收紧的政策。现在单程证新规持续收紧，谁都无法保证几年后的永居审核标准，会不会再度升级呢？只会越收越严格，越早规划递交，上岸的胜算才会越大。尤其是2019年拿到单程证的这批朋友，已经陆续满7年了，你千万不要犹豫拖延，离异完全不等于拿不到香港永居的。找准时机，完善材料递交，照样可以顺利获批。趁着年限达标，抓紧评估递交，把香港永居牢牢的攥在自己手里，亲眼等待终有圆满的结果。